兄弟姊妹，咱的心灵已经今日摆坐伫上帝圣殿内底，咱搁一遍用交托的心来祈祷，做来祈祷。特别这是阮的学乐的日子，阮的仰望的日子。这个时阵，这个时刻，你的圣灵已经降落伫这个社区，伫这个巷内底有你所祝福、所应允徛起的富强长老教会。愿你来成，你的恩典、你的快乐，拢落伫阮的敬拜的所在。敬拜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庭，你拢来照顾。愿你用恩惠，永远我的恩惠来养治阮。无论讲的、听的、唱的、吟的、弹的、祈祷的、仰望的，你拢每一人心内，伫阮的心灵内底入伫阮的空间，靠主耶稣的名来仰望、来交托。阿们。兄弟姊妹，这段路转来台湾宣教。我一直咧想讲，用什么话题会当代表我这个人的生命？伫短的30分钟久，会当见证我的心上有上帝。伫我细汉的时阵，会带我管学学生团契的时阵，佮做会长有这个栽培。伫到新学院，伫到音乐演奏，伫到去到芝加哥 Conservatory 的 Musical College 的伫遐受造就。芝加哥音乐学院是足严的一个学校，我伫遐对一个欧洲来的教授来学迄个浪漫派的演奏。虽然学校伊知影讲我就以年轻小伙子对台湾来，伊的名叫做巴哈，伊的名叫做巴哈。但是我的教授伊毋知影“舞”是啥物意思，伊定下来伫这课堂上拢在讲 “Woo”，That's the person called Woo。安尼就是要叫我上场演奏的时候，示范演奏 “Woo”。所以我若听到 “Woo” 的时候，我就去错一个，会无？叫我去演奏，叫我去指挥乐团。因为呢，一个小伙子，我29岁去甲芝加哥音乐学院遐，阮太太陪我去的时阵经过美好的相处，等到8月底要开学时，阮太太她讲爸，爱勇壮 ，be strong and stronger。上帝甲你伫地，拜拜咯！我要飞转来台湾咯。飞转来台湾，我听到这句好，搁较坚强嘛会感觉心就怎软来，怎目屎滴落来，真正呢。所以底下家己一个人，9月底还是10月的时候就下雪了。该一个人透早6点起来，7点就爱行水，坐迄个subway啦，地铁啦，真艰苦。真奋斗的日子，但是我知影每一个脚步、每一个 moment、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心境，拢是上帝要带你管握、要带你造就，同意无 ？Yes， 上帝要爱打你成、练你成钢啦，把你练成钢。是啊，所以我就用这个主题，这个主题的时阵。这个主题我就定树的学乐，咱先做一个调查者，树会吟诗会唱歌，恁认为树会吟诗会唱歌的人请你和我一个举手者好无？这树会晓唱歌有无？有无？有这后边有面顶嘞，有这边我看这边举手，看这边无举手，有无？这边。有安尼差不多50-50无，所以有50-50，安尼我就当讲到我就当进行因为上帝讲哪怕有几个人的时候，其他人拢较歹势举手的去，无要紧，真正是树伫唱歌咯，树伫唱歌咯。
他带圣歌伫你吟诗，恁有安那什么感受无？有什么感受无？哇，无感动哦，感动嘛吼！今天就是要你好听，不是要你好看，要你听个够。因为上帝的人能力，那个灵啊，是强劲的，是臃肿的，是非常扎实的。啊嘞，上帝已经咱中间，要透过今仔日的信息，是歌乐的一个俄乐要释放出来。好，安尼像俄乐，咱就开始咯。好来，恁看到什么未？好来。这只是什么货？牛嘛，恁下人问讲宣教师啊，为什么你讲这只牛咧开始咧？我对美国看只牛回来咧，美国的牛敢有遐较好食？无，但是我要按大家介绍。几年前，伫阮遐有一个电视广告，一头牛，安尼从右边走过去 ，OK， 后面掉一些字。拢没有旁白，拢没有说他是要做什么。了是搁对倒边搁行出来，后边搁跟着一串字，这个一串字叫做什么 ？GOT MILK，GOT MILK， 要甲恁讲啥？恁有哩啉牛奶无？恁有哩啉牛奶哦？逐间我若转来伫咱台湾的时阵。转来台湾，我就拢会安那三不五时啊，也是毋是三不五时啊，一定爱行入去，逐条街有781号的迄间厝，781号内底有什么好物件？有什么好东西？好物件伫711号内底好料的，听有无？7多吸引我的注意力，特别入去我一定摕一罐什么好啉的牛奶，迄个牛奶是最差牌，最差。另外是3字的零差银看迄标志，迄真正啉起来真爽口无比啊，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满足我的一个喝的那个需求，满足啊，啉袂就满意啊，感觉711号真正是世界有的，伫美国遐很少看到，很少。是啊，所以兄弟姊妹，你爱啉牛奶袂？我今仔毋是做商品调查，我今仔是你带恁提醒讲，人咧广告讲来啉我这排，我这排真好啉。恁有你买来啉无？就近来啉无？好，下一个。哇哦，这个囡仔，你做什么会？甲人比赛，囡仔赛跑。你看这个囡仔就像恁孙仔无？孙仔有够古锥，孙仔你做什么会？恁讲是你做一个真有意义的动作伊敢是讲走我足喘的，哎哟举手倒边望心肝正边讲好喘哦，无伊咧做就只有一个动作 meditation prayer，meditation and prayer， 祈祷的思想。所以我伫边仔讲，伊咧做啥 ？God praise， 兄弟姊妹，连3岁囡仔恁孙仔都一样举手祈祷望心肝咧祈祷主啊，摸着我心3岁尔，这个以后若大汉起来世界歌手学了上帝歌手真的很令人羡慕，很令人足欣赏的一个画面。是啊。阮这顿我拢足爱甲圣歌队员，愈吟愈老。我昨暗日请问讲恁同年长的，莫讲同老的，同年长的有80岁无？即摆有80岁有无？那是我要追及的一个
年岁的一个目标。希望我伫80岁的时候也会当什么臃肿富足，正如你们的教会。第一遍来，我的好的牧者学长、文学牧师好甲在我毋是叫佢吴文学，安尼等于拢无去无水准去好甲在我是叫佢英俊但是细量我嘛是无怎安尼。但是我很喜欢我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这是阮爸爸妈妈看我婴仔的时候鼓吹，但我叫巴哈吴巴哈，互我的教授让我的同行很少人会把我忘记，足少人的。所以对呢，知影讲我是一个俄罗上帝写曲子来歌唱荣耀上帝的音乐家。伫洛杉矶的音乐界，真侪人拢知影我安尼，所以拢知影讲这个是一个用诗歌、用歌乐来创作的安尼。当然，即马这个迄个信息是对家来，当然，新歌的里面信息从他们的一个心境流露出来的时候是用诗篇第一篇甲第三节。第一篇、第一节甲第三节，而且有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点罪人的道路，无坐侮慢人的座位。三个无的无是诗人跟凡是敬拜上帝的人，拢一个开门见山、开门就见着山的一个明讲讲敬拜上帝的人。爱坚守这三个无，这三个无，你若坚守，若知影这个上帝的训言的时候，安尼你一生就不会有这个riot， 就不会偏离，就不会歪错。哇，足好诶！这个三个无，唔是达咱限制，是要叫咱伫无的内底，唔通去做的内底，更较freely， 更较 freedom 的一个 heart。上帝要爱咱的脚步是稳个自由，阿们稳稳健又自由宽阔 ，broaden steps。安尼时阵，我感觉这三个无对我来讲足简单咧，无啥物困难，要做到的境界，无啥物困难。所以生活伫咱念的时无行歹人的计谋，无点罪人的道路，嘛无坐伫侮慢人的座位。同解严重的就是侮慢人 ，profane the person，profane， 什么叫做侮慢人？与基督不相容的人，敌基督的人，对不对？侮慢人，未去了解上帝对你好的人，足可惜的啦。安尼时阵上帝所厌恶的人、侮慢人的这座位，拢莫去卡着，拢莫去坐着，拢莫去亲近，相当好，很有保证。独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这款人要有大福气，引出来学了上帝的人引出来再来第三节，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来结果子，叶未打去，既若所做拢通，一尽行通。足水的一个开门见山一个给予赐福的一个维护。这个维护的时候咱背出来的时候哇，真熟。而且诗人讲到这个三步，就是要爱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遵循甲导引。当树会唱歌，树要爱拄大丛的心，需要啥？有充足的水源。还有是空气，还有一个啥？阳光对好。安尼时阵，三种汇成一个什么样？会臃肿，这种树会生了会大棵。兄弟姊妹，有当时咱会感觉讲，若无水的时阵，无水通去啉，恁会感觉足无方便的袂？会无？还是讲这欠水无差啦，我很少喝水啦，小朋友很少喝水嘛是啊，有的人感觉讲一天无水
无要紧，第二天啉较少的，无要紧，第三天你若感觉佫无啉到水的时阵吼，有可能会渐渐没有那个能量，会进入昏睡、昏迷的状态。是啊，伫咱故乡有你欠水的烦恼无？有你欠水的烦恼无？啊是恁老神在在？袂啦，无啥物欠水啊。我住的州真欠水，加州虽然有阳光海的迄个阳光州，但是若准讲1、2月啊无落雨的时候，天没有降足够的雨的时候，阮的7、8、9、10、11，规个下半年度拢是啦，海限水，真无方便，真感觉欠水的严重，即种迄个减过的无方便性。是啊，所以伫遮一丛树要爱大长，就爱第一个，伊的功能、伊的生命、伊的生活的环境、资源条件，其实拢已经天父为我们准备预备好了，准备好啊，互你会当行出去，随时7、8、11号你也行出去，爱来摕你要爱的物件，真好。这款的资源，伫你的生活，伫你的社区，伫你的会当行会到的这个厝体内底，拢已经提供互咱咯。所以伫遮以赛亚书，咱伫头来张了，有当咱念着，我要伫近光的高处，近光就是无草的即款的山坪地。什么叫做无草？无草就是无有动物、无有生命的伫活动的所在，所以你无法度去找到迄个存来、生存来的迄个、即个迄个即个物件，会当互你 survive。所以伊讲即个我要伫无草的山坪开一个工号，要伫山谷中有溢出水泉，嘛要伫大草地溢出一个水源出来。即个我是啥物我？以赛亚的我。啊！你读圣经的我，以赛亚讲，这是上帝来启示的。上帝启示他说：“这个我是全能主的我，是 Creator， 是创造天地万主宰的上帝的我。我会当互无草的山坪有一个生命出来，有一个孕育生命出来，真奇妙。”第二点，树的大长是要来做啥物货路用？做啥？来学乐的，毋是大长好看。好个在，我每一件我咧出国见证的时候，我讲我不是身高180、190才会唱得出上帝给我的能量。我差不多87，安尼就好啊。有迄个上帝会开咱的领袖。安尼溢出来，唱歌出来 ，transform， 就是把实现出来，安尼改化出来的时候，安尼唱出来，迄就是我的领袖的表达，安尼就有够啊。第41章第19节，咱用华语来读好无？41章的第19节，咱用华语来读。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一同栽植。是啊，安尼才有几丛树啊？算算诶，什么树？什么树？野橄榄树，野布拉树，番石榴树、皂荚7种。伫圣经内底，毋是毋是加字，是即节拄多好，包含7颗。现在你要爱改倒一种，你要选倒一种？有的人讲，这个番石榴树有结果子，那结果子的是野橄榄树，野橄榄树嘛袂歹，佫会当榨橄榄油，经济效益。袂歹，会当做橄榄油，佫会当做
干的橄榄，偌好味的。毋管你经倒一丛，伫阮团队人内底吼，你毋知阮拢会选倒一丛？黄杨啊？毋对毋对，好来，第一丛啊哈，毋是第一丛就排第一名，不是，是因为碧香树拢是上帝要起上帝圣殿的迄个重要的number 就是木材的材料，木材的材料起伫咱圣殿内底，品质好，搁撑得住，坚固，袂容易朽烂。好树啊，上帝所教伊的碧香树，就安尼栽伫咱圣殿内底。是啊，所以无论你顶倒一丛，上帝讲我拢要带你栽种。最后四个字，最后四字是什么话？一同栽植。我若看到一同栽植的时候，我的心的有够迄个有够得安慰，因为阮爸爸是较古早时代，大概7、8、10年前，伊南神毕业，伫咱台南一间差不多即嘛有130年以上吧，3字的长老教会，足古老的咱长老教会伫遐咧做传道，安尼时阵，传道人有几个囡仔？7个 ，lucky number。我是排第几个？一定是老七啦老七的时候阮爸看我咧读册逐家讲，英俊，你是有咧读册无？你有没有在读书？这个读册哪会拢考袂好咧？我讲袂歹啊啦。我讲我有咧读册就袂歹啊啦，阿爸。伊讲你若成绩拢无亲像迄个哥哥姐姐安尼拢考袂歹的名数，3名内，甚至2名内。我讲我10名内都真好入去啊，排袂入去前10名啊。我咧3名内，阿爸，我真正有咧写作业啦。每天回来，我很听你的话，安尼。阮爸拢会烦恼呢，讲这个老七毋知会迄叫做落练的。什么叫做落练？跟不上啦，跟不上就是掉落在车尾，迄叫做吊车尾啦，吊车尾啊。安尼呢，直到有一天，我的上面那个哥哥跟我说：“英俊，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比更加宽阔，更加的一个深远，更加的有强劲。”我讲老哥你也是很好，你嘛是读了美国的真好的学位，转来先伫中山里做安尼这个教导的生涯，这也是我在海外也是很想回来教书。安尼时阵伊来讲无。伊看去伫我的心上有很强劲的一种上帝呼召的一个宣教使命，非常强，很明显的。我讲好佳在你无打嫌，阿爸无放弃我，火车最后一个车厢也把我紧紧的拉好。安尼有感觉加载无？这加载，我这条命真正是阮阿爸打我开一条说，是的，你就去读上帝的专门研究上帝的神学院。安尼，对安尼开始的时候一路就读音乐，了后去到美国，搁神学，搁教的时候英文的味就固定，俄罗的味就安尼，把你坚固咯。是啊，所以我穿这件衫，足自然的去到非洲，10年前去到非洲。就安尼，遐个祖鲁的宣教师，遐个长老，祖鲁族的长老讲
你对当了，俄罗上帝一定爱当即个衫顾好穿好掉，安尼上帝的俄罗灵甲你世界之地。所以我就一路去穿，去到南美洲、Peru、秘鲁、利马，还是这个圣地亚哥，智利的首都Buenos Aires，阿根廷，伫遐阮拢做真侪音乐宣导，还有新人院的教导的事工。所以种种来看的时候，我感觉有够幸运的老七啊！很幸运的排老七，上帝，互我这丛树啊，无把我放袂记哩，互我继续坚固，把我坚固。所以来讲，树仔的生命，就是要互上帝灵继续栽培。但第三点，栽培了要安怎？就是要互你的生命会当发光 ，radiate your life， 真最。会当广度的一个宣教，有更多的一个宣教路程。这个宣教就是安那，要爱活出入迷善思上帝耶和华律法的人。这款人要得到好的果子，这款人要安那？有啥么？伊的本身的树啊，头路我咧指挥的时候，我有感觉讲我尽量树啊伸展，你有看我指挥伸展有无？当然，我是经过管乐乐团、管弦乐团的一个指挥的一个训练，所以我音美剧的中间有讲有足想要讲，我这丛树啊生得大丛、臃肿，可以当reachable， 会当存甲上帝的这个骹步。对安尼来讲的时阵，我讲会当明白。既然看见上帝对我好，知影我来继续是思想明白。这有4个门槛，这4个步骤，咱叫做4个阶段。这个4个阶段的时候，就是看去知影思想进入伫思考思想了是豁然开朗 understanding。Seeing, knowing, meditation。and understanding， 这个步骤，你若有定伫遮1、2、3、4、1、2、3、4一直回荡的时候，你就是会成做一个俄罗的树啊。结论来讲的时候，就简单，我用148篇的90、92站，咱做伙来念。来，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少年人和处女都当赞美耶和华。少年人和处女都当赞美耶和华。这所有的人，我咧伫咧读，差不多我的年纪，还是我的性别，还是我的大细汉，是我这个是活伫这个上帝所立立的这个这个世界内底，我是一个被造的 creature。One of the creature, very small egg life， 生命的小单元，这则会当代表你我，你这个团体，咱这个教会，所有的人，你敬拜的人，拢涵盖其中。大山、小山，一切未嫁，也是少年家，拢着爱安尼来学乐耶和华，对不对？但你拢包含在其中啦，但你拢包含已经。要用上帝的大能来照顾了。好，咱做伙来看一个阮的音乐，福音的宣导影片，来咱的影片。好，声音我都。在为你所不再自我让出来掌舵，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跟随主，不管心情，不管环境，只管亲近主，只愿撒种，只愿传扬，为耶稣而活，临近耶稣，只管标杆，让生命正常。
耶稣而活，听见耶稣翅膀飘高，让生命成长。只要赞美，只要歌颂，把握此时刻。哈利路亚，凡事感谢喜乐。我要感谢，我要喜乐，感谢喜乐，我的要唱。哈利路亚，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虽有创伤，虽有挑战，我却不躲藏。不再畏缩，不再自我，让神来掌舵。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感谢喜乐，只要感谢喜乐，只要感谢喜乐。短短2-3分钟的阮的宣导影片就安尼包含伫阮的20档即个路程感恩耶和华是阮的前导者伫阮的头前的路程的一个引带者阮去到的国家是早先2006拢没有预估到，拢无预测到讲主的灵会带阮去别个国家。对澳洲、对纽西兰开始，因的灵粮堂去遐的教会拢真有好的迄个大间教会的交流。就安尼南美洲4个国家因的宣导区拢跟阮的美西的宣导区安尼来结连。毋是一遍，是真侪遍利马还是 Peru 还是圣保罗有咱遐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会伫遐。甚至去到苏俄、去到非洲拢伫遐1-2个月的时间。所以，毋管出外，特别伫南非的时阵阮伫遐宣导赛车的时阵，去互警察歹徒骗落，骗阮爱停车了开门台湾拍台湾险台湾用枪台湾弹安尼所以伫迄惊慌，大家哀叫的时阵，拢会呼求耶和华的令台湾保守所以阮拢无哀悼一刀无流血当风推尔啦推了嘛知影讲即个地区真正会推人咧，即个地区真正会迄个害人啦，安尼惊真惊吓好兄弟姊妹伫阮的路程，阮要搁继续行路为主阮要搁吟诗的时阵阮伫迄个外口迄个。有放迄个阮的香柏树的红烟袋即个粉红色的，这粉红色的恁若有感动的兄弟，恁就写落恁的大名恁的 email 恁的名email， 安尼时对阮的台湾支持台湾帮赞的时阵，迄就是为着阮后一遍要去世界各国路程的即个宣导费用的一个款的赞助好。有感动的人，咱等下迄个散会时阵，咱出的时阵慢慢伫阮遐拢有 CD 拢有迄个红烟袋恁就写落你们的名字阮会真感谢谢我用迄个一首诗歌千万个祝福来做我的规个讲道的结束，好来 ，please。全地永恒，耶稣一定感动我，属归回归，你爱情也过手拍，全地永恒，耶稣一定感动你，属归回归。你爱情也过手拍，说你玫瑰花，
山中的百合花，我做圣洁的清芳寺庙。山人的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我做圣洁的清芳寺庙，将我爱情献给你，美丽那香白手，献出我千万万的祝福。山人的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我做圣洁的清芳寺庙，将我爱情献给你，美丽那香白手，献出我千万万的祝福。我感谢咱的主已经将我装备好，用安尼第5月初3的透早第一场的诗歌见证，用这条歌来祝福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敬拜的心灵，愿你来得到永远活的上帝生命。好，来，咱用我是耶稣的宝贝。好，音乐慢慢的，好，音乐可以了。好，来，我是耶稣的宝贝请咱的赞美小组用这首诗歌、短诗歌来做今仔日规个音乐敬拜结束。来，咱做伙起来吟好不好？好，来，耶稣的听，那春天的雨，灌到我的心，满足我心灵。每一段咱两遍。好，耶稣的听，那春天的雨。灌到我的心，满足我心灵。耶稣的听，那生命的风，万处旁离开满我心灵。耶稣的听，那春天的雨。耶稣的听，那春天的雨，灌到我的心，满足我心灵。耶稣的听，那生命的风，万处旁离开我心灵。我是耶稣的宝贝，因为你永远的扶持我。我是耶稣的宝贝，伊用慈悲温柔款待我。我是耶稣的宝贝，我是耶稣的宝贝，因为你永远扶持我。我是耶稣的宝贝，伊用慈悲温柔款待我。主耶稣，因目主耶稣，我就大福气。伊看我那宝贝笑命命，伊的心我使我心喜呀。我是主耶稣，上可可贵。因目我的主耶稣，因目主耶稣，我就大福气。伊看我那宝贝笑命命，伊的心我使我心喜呀。我是主耶稣，上可可贵。我是主耶稣，我是主耶稣，上可可贵。咱请咱的敬拜团。